個女人都有個終身夢想。唉，我夠想啦，去邊度揾有錢佬先得㗎？我唔想你後悔啊！你同我一齊，你做唔到公主，我俾唔到幸福你嘅。J Farm 無添加激素雞件總代理9子8方呈現嫁個有錢人，星期日晚8點半82台 TVB Plus。規管分間單位租賃嘅新法例已經生效，受規管租賃嘅租期為2年，租客有權獲得續租1次，續租租金加幅唔可以高過差餉物業估價署相關租金指數嘅變動，上限為10%，業主唔可以濫收費用，同埋需提交租賃通知書。查詢請致電21508303。大家好，到咗六合彩嘅時間啦！今日係12月16號星期二，由我蔡國威同大家主持第130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咁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4688萬。咁由於上期嘅頭獎只有5元1票獲中，所以有累積多寶獎金400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70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喺攪珠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就係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有羅君美會計師 MH 太平紳士，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嘅代表亞洲婦女協進會執行委員會主席盧雅思律師，歡迎晒兩位，一齊了解下受惠機構。亞洲婦女協進會係一間非牟利嘅社會服務機構，成立喺1972年，致力提供優質嘅長者院舍照顧及社區服務，包括護理安老院及長者中心。通過多元化嘅服務，滿足不同長者嘅需要，提升佢哋嘅生活質素，達至豐盛晚年。並且係積極弘揚敬老、愛老、護老嘅精神。喺50多年默默耕耘之下，該會目前擁有包括3間護理安老院、1間長者中心同埋1間活動中心。其中一間護理安老院同埋活動中心呢，係屬於自負盈虧嘅性質㗎。咁詳情可以瀏覽該會嘅網頁或者係致電23373897查詢。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130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8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38。第二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3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23。第三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3。第四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8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28。第五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2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12。第六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5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35。
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24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24。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搞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分別係有3號、12號、23號、28號、35號、38號，而特別號碼係24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即係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唔該晒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包括係有羅君美會計師、MH 太平紳士以及盧雅思律師，多謝晒兩位。喺度提大家啦，喺節目完咗之後嘅大約15分鐘，咁大家就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喺度預祝大家好運，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見啦，拜拜。我就係嚟一煲做一煲，同一時間可以40煲飯。哇！煲仔飯煲出務實嘅香港文化。每一粒米都係煙銀，但係熟晒。我呢個就係咁多年嘅功夫練翻嚟。東方錶行 Take Your Time呈獻《老友記》，星期4、5晚82台 TVB Plus。口腔問題不停出現，我用 Oral-B IO 專研小源頭，改善多種口腔問題，對抗牙菌膜、牙齦不適、牙黃，7天改善口腔健康，超越手動，實現2倍清潔力，全球牙醫 No.1 推薦 Oral-B IO。遇到頑固污漬都唔使預洗 ，Ariel 全新突破，鎖定頑漬，速效瓦解。哇，好乾淨啊！一剔去頑漬 ，Ariel。牛丸焗嘅墨魚丸我全部食晒 ，Once you try keep 住 buy， 牛丸採用100%嘅牛肉去猜，大埔振興肉丸一定要買。抗戰勝利80週年，93大閱兵彰顯中國強大軍事實力，中美關稅戰、中日外交風波考驗大國外交智慧。14.5規劃收官之年，人工智能、機械人領跑新經濟浪潮。2025兩岸大事回顧，星期日晚7點，翡翠台。本節目為家長指引類別，涉及令人情緒不安及驚嚇內容，敬請留意。